花了了去那夜，野猪姑娘有难见，这样的男人不容易见。刘备，你看做法也是叫义，陆大人谢呀，还不把他杀来。他的绿荫这个花花树，你对你的真风脸，我梦了张家呢，在家的这里我与在你去看我进去吧。他有一部不人脸，他住在那个马路边，他住在街头中间，一人苦与两流金。先生里面怪账不明了。没见了梨花清幽，分家儿到不亲切，看见古语在旁边，一马心我难消去，正当他领去去母那衣服，就是那知道的人儿的衣裳的亲好一个女子啊，大人家举止多多，见不见不的情况。他离空儿天南上，穿一套高素衣裳，子女上恰夫人上，小弟领上被窝。小娘子，法语。先生来过。小娘子，莫非就是应景小弟生前的红娘子吗？我便是父老先生同外。小生有话相讲。有话但说无妨。小生心上明公是君臣，本官虚劳人子，年方23岁，这个是去的知识给分大话的人。呀，没有再问你嘞。不要再请问我，再问一言，你家小弟他裤子上才来对对。是了。先生说是先生你去自己莫难听，那撇下子的是对为老夫人，家非生命，三下都是不能说公上，不妨你请我不看你，请你为我家的不才能高位，大表夫人万代也空查你的性命应来道理，你别到我这里来，我大问家非要无问。这相思爱三我。
带把小水里在一条地，浪在羽毛真小草，但你的左边有人少，为什么为你的逃让呀？那小弟每夜到花园照相，恰好园林就是这样，我就在茶壶上端下望，观察一人，岂不是好啊？啊。
不知我这里人事一些，看他得些什么。月色永永夜，花雨爹爹。空里来去。
禀告夫人，小弟知道。哎呀，本地无端到来，我心惊胆慌，为你生啊！成全了相生的良缘，也来老夫人说，今日你红娘子来请我赴宴，
怎么他还不来呀？天生女人就气要飞，一个上班都端正，只有红娘来家去，来到府也结姻亲。这对到这故事有他玩我嘞，哎呀红娘子呀红娘子，你真爱我，你不能住我们。华丽是谁啊？是我啊！红娘子来了啊！啊红娘子，哦红娘子。先生先生，你是谁啊？什么？我们来这里到来说你。你看小生这个样子，还可以嘛。你呀，常在在风雨里身，我里里爱个呀分。各位红娘子，今天那边事无负责，小生习惯请好。好的呀，三位那红娘里呀身，心啊叫他呀。就在先生一在心安。
女儿，过去把千里哥哥，便在那父母家救命恩人，从今以后就与自家兄妹一样。女儿怕发现你哥哥，起来决定为金夫，在我们妹妹姑娘。
有望咱家无妨。现在在自费家外，现在长腿谁开会？不是上家不能为，夫人的欲望人起来，这倒是有人的家在冰台，就将小弟的婚事配，问夫人是非又是话，一个有理，当时是亲生二胎恰是在心在。不管清水救兵来，刚才在兵家了位，难道是我就闯入今天是一样呗？现在李子红呀和你请我来，这倒是将一男一人匹配，第四夫人一无人查明发作羞于配，表生才是修竹单，喜爱小弟为兄妹，王亲夫人在年先生，你领取好美女中才，两件姊妹不人情，一句两言两自开发明啊呗，只背过爸妈将军上夫来，小弟湖里留神归，才知常是非礼为，小弟湖里多情为，那是夫人的事无家，难道小弟还能与你领在在婚配过？三公三是个穷修人，天生难老不会呀的。我今在这间高位去，无用的今年加入来呀。
你在这里听着，待我娘去和老夫人辩来。听啊听，现在司马相子就是文中，尚有一出，名唤红玉王。小生岂能自称相子？这是文君哪里比得上小姐？我还是来私图此权。有一美人心，见此不一人不见心，此次
小弟既有接连之心，红娘子，小弟有一事情烦恼请我到位。什么事情？我不会打起。为了什么？小弟要是去了什么大事啊？一定要拜了你，再到红娘自被地府一落雨，必管他干的哪了嘞？那是一将自己查了，那样离来我红娘身上。小弟绝不为此事，这是红娘子不肯替我打罢了。红娘子，切勿因故方面，小本子到今来多多留点。你在四目中来时，被我马龙一家子，啥子么金马都谁家？难道我不没东西来打此？我虽是女儿有志气，我爱谁嘛已经是你在山，可怜我是孤孤零子，也许我是还能比较。刚才是我出开口，红娘子啊，你的可怜我这个孤零子。时间晚了，你快去洗嘞。花钱我平时，李大夫也把句是不顾人我的苦相思，家在阶梯转心事，接住了红心报应，有家的有家。红娘子，世间烦恼到位，请红娘子替我用心在意。先生放心，奶奶是有我的事，在天上是有也是，我在你阶梯里不爱心思，快叫那一小时，快领世间红娘子。是一道委屈的胡罗，一定是红娘子不肯用心过日子是我不肯用心，先生山上有天的啊！你那不见天下的好事，小弟见了就拜了礼，他一定将红娘拉到老夫人那里去撒大。我看你呀，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很早收了心吧。一我也不必再来，他夫人要请我，我要回去了。红娘子，红娘子，你这走了，跟我再有小心做事。红娘子，你要救我一救啊！你这两分的美梦，除了我第一财产，现在是人民三大，下一次我再管再小生命我别路，一定要分明建在你的身上。红娘子，你要救我一救啊！经不起你才心，好叫不与为难。红娘子，我才刚与你说话，忘出电视忘了。小飞机里的电梯，你是去回来。哎呀，红娘子呀，怎么有这样的喜事呀？老
是小姐的位置嘞，我离大远些。哎呀，今天不仅枉费天人。老先生，你怎么了？娘的，小弟闹我都是假的，在自送歇着呢。自送歇着什么？小弟呀，我今要到花园里去。哦，要你到花园里去做什么？到花园里去相会呀。喂，我不相信。听不信那人呀。现在你将自己也给我听听。在月西边下，迎风无关开，不将花影动，一日月人来。我讲在那里听不信了啊？我不懂，这是什么讲的？我讲给你听。在月西边下，就是小的在叫我在月上而去，迎风无关开，就这是小的开门来等我啊！不将花影动，他就叫我挑夫上去。一日月人来，就是小生我来了啊！这事情真的只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的，我要对你来讲吧。小生乃是在私密的名下，绝不为家所小辈真的这样听？哎呀，红娘对你困啊！哦。小姐你好，小姐那是花鸟两人来听，既然既是的外人也，谢天里一杀身漂亮下界，他带我拜了礼，女儿爷。哎呀，小生是一个读书之人啊，红娘子呀，叫我怎样挑得过花园的分量啊？挑与不挑是你们的事情，与我有什么相关？小姐呀，小姐，你既然不与我说明，我也不来讨破于你。但关键呀，你是我爱的我红娘啊！啊，红娘子，哦，红娘子，哎，红娘子。小生竟要是非挑不可了啊！这个西厢下，迎风关开，不将花影动，一日月人来。千夫虽不凡无心，遇到好事在眼前。在月西厢下，必须要对月上小生方能在去。哎呀，他呀啊他呀，你何苦真是一人？你就与我早一点下去吧。小姐，
你在这里等一等，待红娘去关了酒门，他有人替我们守望。红娘。现在正好过去，小弟，原来是红娘子呀！这一进红娘，可是出一辆夫人路上了。红娘子，小弟来了吗？我来问你，是我家小弟让你来的吗？小生乃是太师你的名家，绝不会有错。红娘子，请你到小生去接过小弟。是吗？你再从门里进去，小弟马上我请你进来。你去挑点去。红娘子，红娘子，红娘子。小弟，酒门已经关好了，门外并没有人。小弟，请稍相吧。上坟你好无礼，我到国院高山的到处寻人。小弟，红娘有人。小弟是谁？红娘子，是小生在这里呀。是你呀。走，上坟，我来问你，是谁叫你来的？你到此来做什么？红娘子。小弟，我在这里问着你。上坟，究竟是谁叫你来的呀？你这样的作为他到他打的，打到哪里去？打到夫人哪里去？夫人，小弟，小弟，打他去到夫人那里，岂不忘了他的银子？还是我红娘陪你小弟来质问吧。小生，过来跪下。红娘为着姑呀，为你这一句中难忘，既然这孤身一世，虽公司里总明白，可让你人呀黑养生，这次你不敢你来打。为什么龙门不悄悄分辨？为什么不许杀鬼呀菊花？红娘子，奇怪，我习惯杀鬼呀奇花，我习惯无端叫飞花。那你为什么你？哎呀，我的心有苦楚难开花。我你到了他，张先生，你起来吧。此生为民此恩，你当报答。这是你我七位兄妹是这份事情，咱们夫人知道必是无意之哦。今日却同娘之命将你照顾的事，有啥真是指定不过去。红娘，就家将恩为王去吧。华先生，你虽也不虚，凡是什么事故才使你的名腔，事情怎样了？我看你呀，不要再痴心妄想了，趁早费了心吧。相公，刚才长老他发通书信来看你，不仅相公在场，所以不关心我，我就赶快他去了。相公，刚才崔夫人接你请来过他意，看好了一张一号，我已经叫十六张快要去了，稍事天来去下，病就会好的。呀，不去也罢，我的病其实也能吃得好的呀。相公，我有缘来到高中
在今宵，有病必须要用牙医，去了牙病一定为呀好。心中里话年纪小，我的弟弟你不明了，我早日结了结定罪，一早上一呀一让他是了，只老的一我病在地下，西凉文风也难搞，后来我忘记一片心，要在一将他的一命要相公，相公就在到今啊，所以我心中上来风，相公啊，你苦到多少心，到如今还在一病治疗，在地方你就不能停留他离开，一米内只好哭泣心烦恼，常常是心无奈了，心相思一呀不要，看起来一米难道万千女不来呀表，相公啊，你不能将我心中我也会放离所家人心相公，你好好的在一位吧，我去接下来请你钱。奉了夫人令，快往张生病。夫人啊夫人，你不知道张生病重，打至他这样走的那一场去，他不送了他的性命，小姐的人一定疼痛，如今却又叫我送什么好药方来？去了他，这可来得他更要病重了。张先生，张先生，小弟，哎，我乃是红娘子呀，哎，不叫声红娘子，我那一时年路的人，少不得你要有做一个真人啊。为民自个不对拿了
原来是芙蓉作声下。
话音中啊。一个月去长大，一句情我心不来，早知道母女无家应他来，早不知道处处相爱，二代就是将心去。本来他是开让心来，一定门都心他叫我男人他来不他的过来自家人打开，小弟呀小弟，为表示一心欢喜，这几天是为什么？为了你我心发心上来，是人生留的阴雨在，你那我的我一场美，我并不是记在心里，不带你一段心放心我压起你我为一个错生的人心若在深深一片我暂下去不要去想他吧，要比你我他不未来见女儿女爷皇贵，生死加倍，要死妻态唯有不同，莫非其中有什么原因不成？倒叫我心中畏惧不下。母亲我啦，今日来可见你弟弟
有什么异样吗？哦，我想起来了，前天晚上母亲一在，我去找姐姐玩耍，但是姐姐红娘到花园里烧香去了。我等到半夜，还不见他们回来呢。哦，有这样的事情，我呢去会红娘来。母亲，我红娘来是什么呀？不许准备他去回来。哦。红娘，红娘，快母亲也知道刘姐姐到花园里去，今天我来欢迎你。你先进去，夫君来了。哦。今日夫人知道了长孙小姐的事情，现在要穿上衣服。小姐呀，小姐，你离来我红娘了。红娘，她来呀。只见夫人唤我，才能进去。小贱人，万不跪下！夫人，跪下！我呢，是家法度来。母亲，去。小贱人，你可自在？红娘不自在。你还要出家？他是从日子来找死了你，咋不是讲我当时你这个小贱人？小红娘说些什么？你与小弟半夜到花园去何事？没有去过。不在见嘞，回廊见嘞，我都没见过呀。就是这子母再与我下去。小贱人，你尽管避让。夫人，哦，夫人，小贱人，夫人，夫人，悉听别怒，红娘。大便死了，发生
小姐人，小弟是个女儿之家，你是我的娘他人，你是我的，哎呀！
家门不应，还有什么话可说？夫人，红娘快去了。起来，多谢夫人。去把小弟回来。你们的事情，夫人都知道了。我去不去的，不打我红娘你。快把俺房已经接到俺夫人，做什么有事了？反正有啥开婚日的，自己夫人叫你打进去呀。红娘，这是虽然他自己叫我出去见母亲啊，自己养的，有什么好去的？他进去吧。是呀。母亲，母亲，我的女儿，你被人欺负了，这都是我的孽障，你冤枉谁来？红娘，去和那个金手进来。别叫我。哎呀，红娘，这里听我说个什么？小人亲自王宫这样去见夫人啊！哎呀，你这样对我在做什么？告诉你，我脸都白了。这个晚上因为我不要去滚子你，我要带你死进去了。见夫人，好一个秀才！为道道一世岁，金冠枪深夜里接住房我的，我本来将你当官府，这为要咱们两我想个好名位，狗也无忌没奈何，我只能够将日隐隐开为贵，这是我配家有名声，三年多中把一家人，你明日见面到进去，用心因此结功名，那是你能高官做，你已经用归好人情，那是你名落在望，你休想起来见老在明日见面当进去，明日一早就起来。红娘说去本府与张生争夺营帐，一面去安排酒宴过后，明日一早在礼堂里送张生接迎去。女儿，带娘回房去吧。我
对我长辈女儿走了，我娘对丢长辈。
姐早回来的呀？小姐放心，如此一比，我即便回来。兄弟，小姐，兄弟。送君千里，总是一礼。